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全台湾有28间也学生的莫130人嘅山区国小，更加大家叫我引来引手的。本但照教育部的想法，应该爱分阶段裁编。不过对山东的社区来讲，同学校的废墟，常为狮子岛人口晒出去的情形，引来引厉害，对地方方是才唔係好事情咯。云林古巷山东乡有一间中府小学。提莫拉克风采输送过后，是传出讲要裁编下的。因为如果对兵用考场对社区出发，结果提案到学校加入招生减少的情形下，因为呢学生的等到引来引导。今年9月的还成为台湾第一间公立的生态国中小学。因为年底以前如果办入新的教室的，地方方还希望是得加设高中部，变做12年一贯教育。今日的第一集单元，陆强下来认识一间细细间呢，唔顾啥咱们特别的生态学校。找到了吗？拿来老师看。这一大堆耶，这一大堆东西。老师找到了。前段认真喺度潜埋嘅喏，原来佢學生嘅愛潛嘅係化石。这个是一堆的贝壳化石，贝壳化石。来，那老师请教你们哦。这一堆的化石呢？是从哪里来的？从海底，以前是海底。哦，说得很好哦，从海里来的。古巷乡嘅中府山區喺度淺水海水頭，喺海山碧類化石當道所在，加到單單保存到一完整，按算大概係350到500萬年前留下來嘅。因為體學草神運動嘅力量顯示，係大自然當難得珍貴資產。除咗化石以外，也代表含有豐富嘅動植物生態。中府國小就利用採地資源，設計出同都市國小無共樣教學內容，帶領學生嘅行到高深內背，了解採地同社區。像我們學校因為植物的關係，像我們附近有非常多的大青，那大青它就是做染的客家染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料，那所以我們也發展了植物染。好，那在植物染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就讓小朋友知道說如何運用在地的資源。我們創造出屬於我們在地的可能性。中府國小喺度山區開發將585公尺，同2009年8月咧，受到莫拉克風災影響，造成高原一級左邊的坎留下來輸損，經過監聽天草灣所在重建，新校區沒有到今年底以前完工啟用。學校細者對原本人口逐漸流失的山鄉社區有歡喜沒有受理，也代表起落上早喺度種樹共同落實，因為山落積水變做湖，故所變做種湖。以前的這個樟湖川吼，是攏走落山頂就甲樹啊，吼，裝飾結一寡路油啦，後來路油無人咧結的時陣，就是換這個竹啊，這個竹啊。佫進一步吼，過來嘛是沒落落去，所以講，喺民國72年，這個地吼都開始在起步的時陣，阮就開始種地，到即擺。山區產業轉型，人口結構要停定變呢。後生一代係講唔係做農也種茶，天草流到山鄉。其他人單就帶定聲音嚟去諾貝落實，學校推展沒落嘅社區，係講唔停定轉型，一槍又到打上。採地老早回想起5、60年前中府村嘅好光景，譬如唔講頭擺搶喺國小一隻班，做一下幾隻學校嘅學生嘅。以前是足熱嘅咧，以前是咧人濟吼，攏無外出去生活啦吼，攏佇遮生活安尼啦吼。佇遮生活的時陣，囡仔攏佇遮生佇遮讀冊。囡仔攏像阮迄陣的年齡41年處迄陣啊吼，阮迄一班就攏才40、50個啊，一班哦。因為現在有一個特色哦，那就是因為小校哦的數量也相當多哦。以國小來講的話，我們有156所，那但是我們的小校哦，這個人數低於100人以下的，現在有60幾所哦。那6班的目前也有80幾校。山區人辦下去，平陽人又駛到大都市，再個受到少子化影響，
照统计，规则园林院国小学生的人数也抢存到49003人，含足5万人。156间国小内本，一间国小托运人数大概300人，也年轻小的粗量国小抢存到16个学生的。那事实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曾经有去考虑到用裁并的方式来处理的，那但是在整个裁并的过程里面，就是遇到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跟困难，绝大部分在我们社区里面的家长对学校要被裁并这件事情，几乎立场都一致。都是持反对意见。我那时候来的时候有点担心，是不是未来的学生会更少？后来我去那个乡公所拿那个出生数的时候，哇，那个会更恐怖。那个每一年的新生数只有1个到2个，也就是说未来可能1到6年级只有10个学生了。那这种情况之下，你这个学校要存在不存在，其实压力就变得非常的大。尤其因为你把学校拿掉以后，社区的之间的一种失去学校之后的那种没落会更加的快速。陈清准本来华南国小校长，今年又兼总府校长，托3期2只学校来来去去，一张年有钱做2万人元。这样13期很老多，县政府派机去，目的系要裁并学校。颠倒给到3期小学校，准做体制内3拿小学来做，用华南国小做例的，学生人清小时节涨16人，今年已经有79人呢。托各体学校学生人数单都减少，无做存模一般，今年都增加了3到4批。越偏远地区的孩子，他对外的接触以及他的一个学习向度，如果只是被关在教室里面，其实对他来讲的话，学习是不够的。他会开始退缩，开始会有一些内向内缩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在这个学校里面，你必须把孩子带出去，去从事各种体验，甚至校跟校之间的交流，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那个一杯一杯的咖啡呢，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变成这样，把它脱皮晒干，然后再去烘焙。对。3期人口近流失，学生人数唔拉情形，总府国小比华南国小更加严重。对民国90年，园林院传统小学校优质转型过后，总府对课程设计开始，教学生认识自家同自家家乡，认识自家基础能力。教学生总家比、主家比、登山、溯海，模组自家规划厉害。这样的一个自主能力的培养，慢慢的就发现，彰湖就很多人外地的学生甚至我们彰湖我们华南国小毕业的那学生也跑去那边读。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今年的学生从30个翻转到现在将近60个左右的学生，就翻转1倍的一个过程。那这样的一个学生数来自全台湾各地，其实我们压力也很大，因为我们很希望说，在这样的一个教育体制之下，我要如何确保那个孩子的教育品质？政府对今年9年的实施，改造园林院，每全国体验生态中小学。原本对7年生开始招生的国中部，以下30年级学生的都来嘅，韩国80%的学生嘅係對全國各地來嘅。9年生的國3學生嘅總共有3呢，全部沒採聽人。我從台東潭子國中來就覺得這邊的就是教學方式比較多元因為還不知道我要讀哪所高中或高職，所以就來這邊。那這邊學校是我想要來的，然後來這邊我就有比較了解到自己的興趣。我從雲林虎尾來的，然後是阿姨那時候有來這裡採訪，然後覺得這裡師資不錯，然後環境也比較好。去新校區是都新的，來這邊可能就是壓力會比較小，因為老師大概會管得到，會講的比較多，然後你不怕學不到。然後之前可能老師會學的比較，就是老師會教的比較快。他们在原学校的有2位成绩都非常的不错。那我也询问过说，为什么他们想要在3年级的时候转学呢？因为这时候应该是要拼升学，对。可是他却说，就是他妈妈家长的因素，他觉得他看到小孩子每天书包都很重，然后每天有考不完的试，写不完的考卷，家长其实他也很心疼。小人的成長請一擺，伊度家長希望小人的快樂學東西，做自家正經有興趣的事情。今日先帶小人去政府看過環境過後，將安心交本學校，本家就學到成行。今年將去的國中部師資，每從其他體制內教書的先生，
佢哋其實指導政府同體制內改革的理念，做清標題同都市各種教書等等上去。那其實自己老師其實本身也會感受到這個壓力，因為家長啊期待啊，或者是那種小孩子的成就，可是我們有時候會看着小孩子在寫考卷的那個臉，你可以知道說他是不開心的。那我們其實身為教育者會捫心自問，這難道真的是我走向教育的初衷嗎？那所以這所學校最大不同的，它絕對不是在維持學生數，它不是在衝高學生數，它也不是在為了成績不斷的去讓學生學習，而是我們希望能夠從這樣子的一個從在地資源、從在地生活的方式，從小朋友學習的主動性出發，讓他從人開始找回他自願學習的信心。太快了，太快了！現設計好理念，同其他山區小學校未看得到。草嶺市係全台灣有名嘅景點。同舊年大地同推山過後，當腳轉沒落嘅，也主要係禮拜六日，草嶺上見嘅人冇多。草嶺國小係到日本書嘅創立咧，同草嶺風景區講緊慶賀時節，草嶺國小設有300-400嘅學生嘅，也將存到16-3年，還冇5年生嘅學生嘅。同舊年大地同大塊區學校過後，新嘅學校苗頭今年帶1000萬個，也簽時家用旅館上課。高中廣小講係旅館學校，除咗知識教育，學校還要從事生活自主的能力。就是在我們草嶺國小裡面可以學到很多東西，像是竹編啦，或者是攝影課等等。然後我們可以在這裡面學到許多知識，可以讓我們操作它。然後我長大以後出去外面讀書的話，可以跟大家分享這一些事情。有時候我們會安排孩子去爬山，去計劃、去組織、去學習、去觀察任何東西。這個就是我們所要的孩子他將來所呈現的東西。尤其在於我們現在沒有校舍，所以我是覺得說，我們好像回歸到教育哲學的最基本的想法裡面，只要大樹底下，老師跟學生，似乎我們可以教出更多的無限的可能性。同體制內做山南小學也係生態學校，我結結當到困難。最顯明嘅就係我要面對所講嘅制度，並唔像民間山南小學按有教學彈性，相當馬嘅做得停定去做。在體制內的學校，其實我們都必須要函文到縣政府，讓縣政府同意我們辦理這樣子的活動，我們才得到文以後，我們才可以去辦。包括說附近可能像，因為我們這次查區，附近可能有的人在採茶，那採茶的話，說實在，我們也不可能說，那抱歉哦，因為我們公文的日期壓幾號，所以麻煩你這時候採茶，我們要去看，不可能，它可能就隨處可能發生的。山南小學同體制外，尊重同民主做到程度，認真設計變教材，古數同課程嘅設計同自主嘅空間未做到程度。由頭體制內，事事項項都要合乎教育部同政府嘅規範。古數為到標刊所講嘅規定，也如寧願除咗照公立學校書錢同基本嘅行政管理，其他嘅做清校本政府嘅總數設計發揮。比如說有關相關收費的規定。那有關這個有關行政的一個規範啊，那或者課程的規範啊，那我想這個部分都必須要在公部門的規範之下來運作啊。那這樣的情況之下，在除了這些必須的規範之下，我們是把它放寬到最大的彈性最大彈性，讓學校能夠去這個能夠放手去做。其實最大的差別就是你的老師你那個心，你那個心如果多尊重孩子一些，你那個心如果把你的威權放下來，然後跟孩子陪伴孩子，而不是用老師一個威權的心態去管理孩子的時候，我相信，體制內體制外的那條界限其實就不見了。對社區出發，對學校順頭去開發教學素材，將戶外特色資源帶入課程。佢哋相信學生嘅對學習嘅興趣，絕對唔係對書本嘅圖片來嘅，係實實在在接觸同感受到。係講學校很標看自己對課程嘅認聽，本學生嘅很自己去學，佢哋將真正潛入到學習嘅快樂，咪將很一生而去學。